来看罗水溪的土沙硬硬杯是毋是有改善咧？罗水溪遮因为透东北风，是甲好层的土沙杯即个吹甲四线杯。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日特别去视察，但是也是去互问到党内初选的问题。伊希望要参选的两个人甲支持者，拢爱按捺性地，莫着急。罗水溪风杯沙9年来困扰着沿岸居民，行政院长苏贞昌来看处理的进度。全部是中央负担，总金额11亿外。较早主要铺稻草，要防止罗水溪的风杯沙，为了搁较有效，中央甲地方就要伫罗水溪沿岸起简单的喷水系统，搁起水坝闸水，搁伫高滩地种树啊。用科学的方法，空拍、网格监控。伊嘛被问到赖清德讲5人协调小组，较早居民拢无讲停事，干那爱伊停。协调小组没有这样做奉劝我们竞选的人都一定要好好的耐住火气，支持者大家要耐住性子。苏贞昌强调讲，协调小组无逼退，希望讲参选的双方火气莫伤大，嘛爱支持者较有耐性咧，期待有上圆满的结果。